各位香港嘅街坊注意啦，好消息啊！新皇崗口岸啊，預計今年嘅7月份啦，正式開通啦。以前啊過關啊都要成半個鐘噶，咁而家改為一地兩檢啊，一次檢驗咧就搞掂噶啦，5分鐘嘅時間就可以通關啦。你話係咪好快呢？口岸仲要配咗134條啊自助通道，同埋68個人工櫃台啦。平日咧就20零萬人嘅，咁高峰期啊30萬人啦，都唔會覺得逼噶喎。跨境車每日嘅預計咧15000架次啦，人面識別過關，老人同埋細路仔唔使落車檢查啦，非常之方便啊！咁出咗關之後咧，就可以直接接駁深圳地鐵嘅7號線噶啦，去到萬象食家啦、福田水圍夜市啊呢啲非常之熱門嘅打卡點都好方便噶。咁日後啊，仲要連埋呢個港鐵北環支線等5條線啦，港府啊都加碼咗配套噶啦，再加開多幾條嘅巴士啦、小巴線啦，葵涌啊、屯門啊、啟德啊都可以直接直達噶。口岸咧就係24小時通關嘅，咁你想幾時返咧都冇問題噶喎。交通就越嚟越方便啦，大灣區嘅生活啊真係越做越掂啊！咁方便嘅新關口開通咗之後，你會唔會即刻去打卡體驗啊？